歡迎收睇美國之音製作嘅《美國專訊》，我係任敬揚。如果想欣賞美國嘅西部牛仔文化嘅話，當然要去到美國嘅德克薩斯州啦。下邊就由我哋嘅記者程曉紅同張仲林帶大家去到德州嘅休斯頓，睇睇一個已經有75年歷史咁耐嘅牛仔騎術大賽。牛仔係美國文化嘅象徵，咁喺美國乜嘢地方嘅牛仔最多最出名呢？當然係德克薩斯州啦。有牛馬同牛仔嘅地方，總會吸引德克薩斯人。每年嘅2至3月份，更加係德克薩斯人所盼望嘅。一年一度嘅休斯頓加速家禽展覽同牛仔騎術大賽就喺呢個時候舉行。同前台熱烈嘅氣氛相比，後面等候比賽嘅牛仔就顯得安靜。已經有75年歷史嘅休斯頓大賽係全世界獎金最高嘅騎術大賽，每年嘅獎金額已經達到70多萬美金。牛仔騎術賽係從早年騎馬放牧牛仔嘅遊戲中衍生而嚟嘅。過去牛仔趕住牛群從一個草場到另外一個草場，完成任務之後，辛苦咗幾個月嘅牛仔要熱鬧嘅放鬆一下。牛仔擺起擂台互相競技，遊戲後來慢慢就演變成運動。比賽分幾種類別。套小牛，牛仔追上小牛之後，要快速跳落馬，將小牛摔倒，綁住3隻腳，繩喺6秒鐘之內唔能夠鬆開。過去牛仔就係咁樣綁住有病嘅小牛㗎啦。空背騎野馬，呢個係騎術賽中對體力要求最高嘅項目，騎手要始終保持腿喺馬嘅肩膊嘅位置，而且左手唔能夠碰到馬嘅身體。呢兩項任何一項做唔到，都算犯規。鞍上騎野馬，呢個係騎術賽中最經典嘅項目。雖然話佢睇起嚟冇空背騎野馬咁激烈，但係佢要求騎手喺8秒鐘之內完成一系列規定動作，所以並唔簡單嘅。角鬥小公牛，呢個係比賽中時間最短嘅項目，通常會喺3至5秒鐘之內結束。騎公牛，同其他項目唔同，騎公牛並唔係從牛仔嘅農場工作之中演變出嚟嘅，不過佢就成為現代騎術比賽中最流行嘅項目。騎手要求喺憤怒嘅牛背上停留至少8秒鐘。騎公牛亦係最有娛樂色彩嘅，除咗牛仔，仲有小丑同牧童人。不過佢哋唔單止係為咗娛樂觀眾，小丑嘅任務係轉移公牛嘅注意力，令佢哋忘記背上嘅騎手。牧童人嘅作用就係保護牛仔，一旦牛仔被篩咗落嚟，公牛向牛仔襲擊嘅時候，牧童人就要迅速跳到牛仔同公牛中間，將佢哋隔開。雙人套小牛，呢個係一項要求合作嘅項目。過去喺農場上體格大嘅牛，要靠2個牛仔前後合作先至能夠套住。即使係今日，農場上依然使用咁樣嘅方法，一個套頭，一個套後蹄。參加呢項比賽嘅替伍曼係呢次比賽中年紀最大嘅牛仔。1980年開始參加騎術賽，3次獲得世界冠軍。26年裏邊喺各種職業比賽中，佢贏得嘅獎金就將近200萬美元。繞筒騎馬係比賽中唯一嘅女子項目。林達係個老資格嘅牛女。騎術賽睇起嚟好精彩，但係唔係冇風險嘅。呢匹野馬似乎就係想盡辦法要騎師跌落地。大多數牛仔都係喺農場上長大，從細就同牛馬做伴。騎術比賽只係呢個盛大嘅活動嘅內容之一，同比賽同時進行嘅仲有各類加速家禽嘅展覽。
喺呢度，細路仔親眼見到小雞從蛋殼之中孵出，親手餵小羊、小牛。騎喺馬上邊嘅小牛仔同小牛女仲好威風，睇嚟牛仔呢一行後繼有人啦。記者陳曉紅、張松林喺休斯頓採訪報道。好啦，睇過咁精彩嘅牛仔騎術大賽之後呢，咁就結束咗呢個禮拜嘅美國專訊。我係任敬揚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